圣诞红呢，9层塔吗？活热吗？不知道呢，什么花也不清楚。很多学问，拍照的那用谷歌智慧镜头辨识。它浇水到底一天浇几次，还是天天浇？这都是学问呢。有的怕水，有的怕干。新营中正路营级种苗圃，营级种苗园啊，它里面那个铁的皮屋啊，被那个7月7号丹纳斯台风吹坏掉，不定还是全部吹坏，然后又重新搭铁皮屋啊。哦，旁边那个很多都是番茄的，有没有？